喂，你好，我林太太啦。这2天我无去咱社区的活动中心，毋是身体无爽快，嘛毋是出门去阮后生遐啦，是因为迄肺炎的传染性实在真悬呢。假使咱逐个若做阵，毋管是开讲也是做运动，一个无细腻，就有可能着病啊。因为咱谁也袂当保证头拄也是昨昏甲咱相闪身拍招呼做伙坐车的迄个人，是毋是已经互人挖着肺炎，家己毋知影又搁拍走。所以即马咱逐个上好拢踮伫家己的厝内底，毋通四界去。若真正有代志需要出门，会记你喙掩一定爱挂好条，甲鼻孔甲喙拢掩起来。代志办办咧，就紧转去厝咧。甲用过的喙掩带入去粪扫桶，甲手洗好清气。若是伤惊少念孙咱暂时就爱较忍耐咧，爱用视讯就好哦。安尼才会当保护咱的子孙，嘛保护咱家己。这病毒的传染性实在真可怕，互咱国家的官员、医生甲护士拢无眠无日地调查照顾病人，辛苦又搁操烦。咱做人的时代爱有好模样，配合政府，尽量毋通出门。若搁不哩种需要出门，会记你洗手、挂手罨，抑搁有若有代志敲电话联络的时阵，毋通听人讲啥就缀人讲啥，毋通耳空轻，甲无正确的消息黑白传来传去，迄是爱罚钱的哦。这点真正足重要，千万爱会记哩。这段时间，咱逐个拢爱好好照顾家己的健康，保护家己，踮厝内加减做运动，天候疫情若过去，咱逐个做伙来报道做运动。就安尼啊，好，再会哦。